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们从那个省来？中国哪里来？中国深圳。深圳来嘛哦我的朋友有很多人来深圳。เชียงใหม่第一次来？对。第一次来。你们来看到เชียงใหม่喜欢什么？喜欢泰国水果吗？喜欢寺庙吗？喜欢山。什么？mountain ว้าว山。喜欢古城吗？喜欢。我们可以等你进的唱歌吗？纪念他好吗？ OK。我们来唱。OK， 请你先唱歌好的。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，开在春风里，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直想不起。哇，你们唱得很好，谢谢来参观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祝你们玩得开心，拜拜。